华视在地新闻继续要来讲青梅小菜，菜色真多，有袂少民众早顿甲宵夜都是爱食这味，也毋过有民众怨讲伤贵，贵甲真咸。暗时也去食，将个4项菜竟然都爱140块。东行的头家出面sau言讲话，讲即摆物件逐项拢起。 肉也贵，青菜也无便宜，而且有一寡店家是伫咧半暝仔做生意，请人的薪水嘛较悬，这个成本拢爱算落，所以卖较贵，毋是无道理。有一块鱼啊，也有煎卵，这个阿伯伫食饭，伊讲总共点4项菜，佮一碗白饭，安尼讲100块。袂贵啊，路边嘛是爱100。 不过，同款是4项菜，你感觉偌济钱才合理？有网友写讲，伊去一间青梅小菜店，买一盘菜，内底有烧肉、泡菜肉、香瓜仔手、白韭菜，还有一块豆乳，甲一碗糜。明明无拣偌济菜，店员甲讲只要140块，互伊真无奈，安尼敢合理？140哦，140是有点贵，但是如果说在100上下的话，我觉得是还可以。多少价格你觉得会合理？160，160，那也是要看现在物价上涨啊。民众的看法无共款，有其他业者讲，即马毋那肉贵，连青菜嘛无上。酒啊不便宜啊，价格正常啊，因为现在三层肉很贵啊，现在三层肉1斤都差140、150，因为现在外面东西都很贵，你自己这样上市场自己去买菜、卖菜、卖肉，你自己去问问看。 业者讲，若半暝营业时段贵将人力的成本反映伫计销，所以讲同款的菜色，暗时甲日时的计销嘛无同款。即马逐项物件拢起价，咱乡亲若要食宵夜，恐惊嘛要小考虑一下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